北緯76度，狂風以每小時60公里速度席捲冰原，體感溫度跌至零下60攝氏度以下。一架運輸機喺探照燈照射下迫降極寒土地，機艙門打開，30名特種步兵走出機艙，佢哋迎來嘅第一口空氣已經足以令呼吸系統承受巨大壓力，裸露皮膚亦會喺數秒內迅速凍結。喺呢片金屬會變脆，燃油會停止流動，太陽連續59日消失嘅冰封世界入面，人類熟悉嘅生存規則同戰爭方式都被重新定義。然而現代軍隊竟然可以喺呢片生命禁區建立基地，甚至展開裝甲訓練。被稱為冰原幽靈嘅士兵，究竟靠咩裝備、技術同意志完成極地生存挑戰？今日一齊揭開極地軍事行動背後嘅秘密。喺攝氏零下60度嘅極寒環境入邊，人體嘅生理防禦機制會出現顛覆性改變。當外界溫度跌至零下40度以下，暴露喺外面嘅皮膚30秒內就會凍傷。但係最可怕嘅唔係速度，而係冇痛楚。為咗保護心臟、大腦等核心器官，人體自主神經系統會強行關閉四肢末端，包括手指、腳趾、耳廓同鼻尖嘅微絲血管網，將血液鎖喺軀幹核心。低溫會喺神經末梢向大腦發出痛楚信號之前，先將佢徹底麻痹。即係話，當一名士兵嘅面殼、耳仔或者指關節已經凍成堅硬、蠟白嘅冰塊時，佢本人可能完全感覺唔到痛，亦察覺唔到異樣。為咗維持攝氏37度嘅核心體溫，人體會自行啟動骨骼肌不受控制嘅收縮，亦即係靠前斗產生熱力。呢種生理反應極度消耗能量。一名嚴重顫抖嘅士兵，基礎代謝率可以急升至正常狀態嘅3至5倍。如果冇高密度熱量即時補充，士兵會喺短時間內因能量耗盡而陷入低體溫症，之後出現意識模糊、喪失判斷力、失去空間協調能力，最後喺毫無痛苦嘅發熱、幻覺同反常脫衣現象中死亡。由於人體生理警報系統喺極寒中會失靈，美軍同北約極地部隊將夥伴制度提升到戰略生存層面。喺戶外執勤、巡邏或者構築陣地期間，每2名嘅士兵結成一對生死拍檔，並被嚴禁長時間只望住前方。佢哋每隔幾分鐘必須擰轉頭檢查搭檔面部，尋找冰川白或者死蠟白。一旦喺拍檔鼻尖或者面殼發現失去血色嘅白斑，就要立即用自己溫暖嘅掌心貼住患處。喺極地，身邊戰友唔係社交伙伴，而係士兵判斷自己身體有冇壞死唯一一雙外掛眼睛。極地生存第一條鐵律就係對水分作出絕對殘酷嘅控制。喺正常氣溫下，流汗係精密嘅散熱降溫機制，但喺零下60度，流汗就等同終結生命。根據熱力學原理，水嘅導熱率比靜止空氣高大約25倍。一旦士兵停止活動，進入戰術潛伏，緊貼皮膚嘅濕內衣就會變成高效率嘅人體散熱器，幾分鐘內抽乾體內核心熱量，汗水亦會喺衣服內瞬間結冰。呢個情況正正觸犯極地最著名嘅軍事鐵律——棉花殺人。棉纖維吸水力極強，而且極難乾，一旦吸汗就等同直接向士兵宣判低體溫症死刑。因此，極地部隊嘅內衣褲就算只係一條線，都絕對禁止含有棉花成分。為咗貫徹無汗戒律，現代極地士兵會裝備一套複雜嘅模組化服裝系統，由7層功能各異嘅衣物組成。第一層輕量排汗層，只負責盜走汗水而唔吸水；第2層中量網格保暖層，既保暖亦提供空氣流動通道；第3層高保暖紗毛外套，負責鎖住核心空氣；第4層防風衣，用於大風但唔需要重度保暖嘅環境；第5層軟殼衫褲，係日常戰術行動嘅主要外層；第6層硬殼衝鋒衣褲，用嚟應付極端暴風雪；第7層極限極寒大褸，只喺靜止、潛伏或者防守時套喺最外層。成套系統嘅核心在於動態剝離，指揮官會強制命令全員帶住寒衣出發，士兵必須主動除到只剩頭3層。行動期間，佢哋要頻密利用腋下通風口或者領口拉鏈主動排熱，寧願俾寒風吹，都絕對唔可以容許衣服入邊滲出一滴汗。一旦隊伍停低，
士兵必須喺身體冷卻前30秒內，立即由背囊拎出龐大嘅極寒大褸包實全身，徹底鎖住運動產生嘅餘熱。今日所有鞋履設計都追求透氣排汗，但極地士兵獲配發嘅兔子靴偏偏採用相反嘅極端設計，絕對密封，100%唔透氣。兔子靴外形臃腫，由多層極厚嘅白色橡膠製成。鞋底同鞋幫內部設有高密度絕緣羊毛氈層，被牢牢夾喺2層不透水橡膠之間。腳部汗水會完全困喺靴入邊，但由於外層雙重橡膠同超厚羊毛氈嘅絕緣作用，外界寒氣根本無法滲入。腳部排出嘅汗水會喺靴內俾士兵自身體溫迅速加熱，形成恒溫密閉防蒸氣層。兔子靴側面有一個顯眼嘅金屬小閥門，而呢個閥門極度危險。佢係供空降兵飛上高空，空氣稀薄時手動釋放橡膠夾層內部空氣壓力。如果喺高空冇打開閥門，夾層入邊嘅死空氣會猛烈膨脹，直接撐爆橡膠。但係降落後，如果冇及時關閉，外界冰水就會經閥門滲入絕緣氈，導致雙腳截肢。喺-60度嘅戰場上，傳統武器保養常識唔單止失效，反而會成為最致命嘅誘惑同陷阱。當士兵手持一支已經喺-60度暴露幾個鐘，完全凍透嘅步槍，返到加熱至攝氏20度嘅野戰帳篷時，按照露點溫度原理，熱空氣中嘅氣態水分一接觸冰冷槍身金屬表面，就會瞬間劇烈冷凝，無數細密水珠會即時布滿槍管、槍栓、擊針組件同彈匣內部。如果士兵只係簡單抹乾步槍外面，之後再次衝出帳篷，重返-60度後30秒內藏喺擊針室、槍山導軌細小罅隙嘅冷凝水滴，就會瞬間形成硬如鋼鐵嘅冰晶，擊針被冰封，無法前衝。槍山亦徹底凍喺復進導軌上，步槍就會變成一條毫無用處嘅燒火棍。為咗徹底避過冷凝陷阱，極地部隊實施極嚴格嘅武器隔離制度，除非遇到敵襲或者收到大修命令，士兵進入加熱帳篷嘅時候，配屬武器絕對唔准帶入內室，必須統一擺放喺帳篷門口冇加暖，但可以擋住暴風雪嘅防風外廊，令到武器持續保持通透。同時，極地部隊亦實行絕對去潤滑化作業，常溫使用嘅標準軍用3合1槍油喺-40度會變得似麥芽糖般黏稠，-60度更會完全凝固成硬塊。所以，極地士兵進入冬季戰區之前，必須用強力溶劑將步槍內所有常規槍油徹底洗淨，令金屬表面處於完全乾涸狀態。如果必須潤滑，只可以極少量塗上特種石墨基或者特氟龍基極地乾式潤滑劑。如果服裝同武器決定單兵生死，極地軍事基地嘅底層工程設計就決定一支軍隊能否喺北極圈內常態化戰略駐紮。北極圈內嘅土壤唔係普通泥土，而係延伸到地下幾百米、處於萬年凍結狀態嘅永久凍土。現代工程兵最大難題唔係點樣挖開，而係點樣防止基地將佢融化。如果按傳統方法將暖氣管、自來水管同污水管埋入地下，管道散發出嚟嘅熱力會迅速融化四周永久凍土。原本堅硬嘅地基幾個月內就會退化成毫無承托力嘅稀泥沼澤，上方營房會災難性斷裂傾斜，最後整體沉降毀壞。為咗由根本切斷熱傳導引發嘅塌陷，現代北極基地都會標準配備一種架空公用設施隧道。呢種巨大嘅多管複合高架橋完全離開地面，以蛇形方式延伸喺基地各座建築之間，由特殊絕緣鋼柱承托喺半空，同地面凍土保持完全嘅空氣隔離。隧道內部集合咗基地嘅自來水、高壓電、光纖、排污同暖氣管線，而當中最終極嘅鐵律就係保持流動，先唔會結冰。即使管道外面包住極厚嘅聚氨酯保溫層，只要水流一停，-60度寒氣仍然可以喺幾個鐘內將整條管道凍死。所以基地淡水系統會由高壓工業泵推動，24小時維持高速循環，絕對唔可以停。呢種設計同時形成熱電聯產嘅完整閉環。北極基地龐大柴油發電機組喺正常氣溫下產生高達60%以上嘅廢熱，會由熱交換器100%回收，再轉化成高溫異乙醇防凍循環液，經公用設施隧道泵送到基地每個房間。
換句話講，基地供暖其實只係發電機組發電時免費產生嘅副產品。喺北極圈內，車輛後勤保障幾乎係一場噩夢。一般鉛酸電池喺零下40度會瞬間損失超過80%電量，去到零下60度更會因為電解液局部結冰而徹底報廢。正因如此，消防車、救護車等關鍵戰備車輛由每年11月極夜開始，直到第年5月，足足半年都絕對禁止熄匙，必須24小時不停怠速運轉。一旦意外熄火，又冇及時接駁外部電源，機油會喺30分鐘內變成硬似零清嘅焦油，成副引擎亦會徹底報廢。所有唔需要長期怠速嘅戰術車輛，泊車位都經過全面電氣化改裝。車輛一停妥，士兵就必須立即將車頭電纜插入電源插座，啟動直接裝喺引擎氣缸體內部嘅電熱室，黏喺油底殼上嘅直膠加熱墊，以及電池保溫氈，強行令車輛核心機械部件維持喺攝氏10度嘅臨界蘇醒溫度。喺一般人認知入邊，北極理應唔會缺水。但係從軍事後勤角度睇，北極其實係極之殘酷嘅極寒荒漠，液態水喺北極根本唔存在，所有水源都要靠推土機將積雪推入加熱用雪槽，要將雪溶成可以飲用同洗滌嘅暖水，所消耗嘅柴油燃料甚至比基地發電所需份額更多。一名士兵每日最基本嘅50加侖極地生存用水，背後換算出嚟，全部都係源源不絕空運到基地，成本極高嘅航空燃料。所以最新極地煮食系統採用極端節油同水循環設計，利用熱電偶技術，直接將爐頭餘熱轉化成電力，將燃料消耗硬生生降低80%。喺零下60度，由於溫度遠低過細菌同微生物嘅生理極限，北極圈會進入一種絕對無菌、生物惰性嘅狀態。一個隨手掉低嘅蘋果芯、一袋排泄物或者一塊廢棄機油抹布，就算喺戶外暴露20年，分子結構同外觀都唔會出現任何降解。呢種極端特性令極地軍事基地必須面對嚴格嘅廢物逆向物流，排泄物必須經公用設施隧道流入長期維持喺攝氏30度以上嘅密封式生物反應罐，強行進行人工降解，剩低嘅殘渣就必須經過高溫焚燒。至於所有生活垃圾、報廢高分子戰術裝備同埋金屬零件，就全部要經高壓打包，整齊堆放喺保溫貨櫃入邊，喺基地積存足足一個冬天，直到夏季海冰短暫融化嘅2星期窗口期，再由極地補給船運返本土。極地唔單止喺物理上摧毀裝備，更會喺精神同戰術層面重塑士兵。當每年極夜降臨，陽光會連續近2個月徹底消失。長期黑暗會令人體褪黑素分泌失調，士兵會陷入嚴重失眠同極地特有嘅精神抑鬱症。基地必須全面換裝特定波長嘅流明 LED 燈，強行模擬日夜交替。喺高緯度地區，由於地球磁力線極度扭曲，加上衛星定位系統嘅軌道幾何角度過低，高精度戰術衛星信號極易丟失或出現多路徑漂移。極地士兵因此被嚴令要求回歸最原始嘅指北針推算同航海級天文導航。喺暴風雪入邊，地面積雪同天空陰雲會完美融合，形成一層毫無邊界、冇任何光暗陰影嘅絕對純白，即係白盲現象。喺呢種狀態下，人類嘅視網膜會徹底失去深度知覺同地平線坐標。士兵就算擘大雙眼，亦無法判斷前方1米究竟係平地定係100米深嘅冰川裂谷。呢個時候，唯一移動方式就係繩戰術，全班用登山繩死死鎖埋一齊，由排頭兵用滑雪杖不斷試探前方實體硬度，好似盲人摸象一樣艱難挪動。喺極地戰術博弈之中，聲音管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嘅嚴苛高度。零下60度嘅空氣密度極高，加上地面冰雪強烈輻射冷卻，經常會喺地面幾米高空形成極強嘅逆溫層。喺呢種特殊物理狀態下，聲波向上擴散時，會被上方較暖嘅空氣層強行向下折射。堅硬而平整嘅冰雪表面，又係一塊完美嘅聲學反射鏡，形成一條天然嘅地面聲波導管。喺常溫戰場上，只可以傳到200米嘅一聲咳嗽、履帶摩擦聲或者工兵鏟碰撞聲，喺北極逆溫層中可以完好無損咁傳到幾公里甚至10幾公里之外。極地戰場嘅靜默要求係絕對病態嘅。極地部隊通常要大規模換裝靜音滑雪板，喺最核心嘅戰術行動中禁止使用任何對講機，純粹依靠紅外線手勢燈進行盲指揮。無論係美軍、
挪威軍隊，定係俄羅斯極地裏所有合格極地士兵嘅結業典禮，都係一場令人聞風喪膽嘅兵窟洗禮。士兵必須身穿全套作戰服，背負大容量戰術背囊，腳踏滑雪板，喺完全毫無預警嘅情況下，就直接跳入冰面人工鑿開嘅0度冰水。當肉體瞬間接觸冰水，皮膚表面嘅冷覺感受器會觸發人體最劇烈嘅生理反射，失控、強迫性嘅過度換氣。如果士兵喺水中驚慌失措、大聲尖叫，就會喺深吸氣時直接將冰水吸入肺部，喺30秒內遇溺死亡。劇烈血管收縮會令到血壓瞬間急升，心理質素唔過關嘅人會直接出現心臟驟停。戰術脫險訓練嚴格分成3個步驟。第一步係強行接管呼吸。跳入冰水後第1分鐘裏邊，士兵必須克制生理本能，絕對唔可以尖叫，強行靠意志力將急速換氣調整成深長而緩慢嘅腹式呼吸，到個最危險嘅冷休克期。第2步係裝備剝離同重心重構。喺雙手因極寒而徹底失去神經感覺同活動靈活性之前，士兵必須喺水下精準盲操，解開滑雪板綁帶，將沉重戰術背囊滑到身前，作為水面浮力墊。第3步係海豚式破冰自救。士兵雙臂平攤喺脆弱冰蓋邊緣，分散壓強，雙腿喺水中強力蝶泳打水，利用水嘅反作用力將核心軀幹強行推上冰面。脫困之後，必須用滾木姿勢向遠離冰窟嘅方向滑滾數十米，直至進入絕對安全嘅厚冰區。呢場訓練真正嘅戰術意義，在於透過人為製造一場物理同生理上嘅極限絕境，向士兵嘅大腦證明喺零下60度嘅極圈入面，常溫下嘅恐慌就等於死亡。而只要大腦可以超越肉體本能嘅恐懼，嚴格執行精確到秒嘅科學物理步驟，冰封嘅死神同樣可以被戰術戰勝。呢就係北極士兵嘅真實生活。喺呢片冰封帝國入邊，最強大嘅武器唔係主戰坦克，亦唔係戰略導彈，而係嗰啲喺零下60度入邊依然可以精確執行每一條反本能生存鐵律，維持絕對理性嘅人類大腦同鋼鐵般嘅決斷力。向所有駐守極端地區嘅士兵致敬。